寶島宅男恩物雞扒妹鄭嘉欣同後爪妹陳維千襲港反轉動漫展啊！咁啊嚟香港點可以唔 shopping 噶？於是兩個趁動漫展完咗之後一齊去反轉，唔係維港啊，係反轉間內衣店啊！呢間內衣店都唔知係咪可能由於閒日關係啊，人流真係唔多啦。結果造就佢哋兩個喺度瘋狂試衫嘅機會，但係可惜啊，兩個忽視咗我嘅存在，踎低起身四圍騰，現場唔係春光乍泄啊，而係春光明媚啊！好啦，兩個踎低完畢之後啦，跟住轉個頭屈尾十就換件比基尼出嚟，換比基尼都唔係問題啊，個碼好似細咗少少，成件事相當之跌宕啊！加上佢兩個當正自己屋企一樣，周圍走又唔換翻衫。我即刻腦裏面出現咗一首歌啊，追追趕趕，高高低低，呢幾個字完全將我眼前嘅畫面完美地形容咗出嚟啊！